好，分享转到现场哦。今日咧后空比报的首个上司咧，就系台中市哦。台中市系咧大家好，喊做系文化制度的上司哦。故说咧大家好，一下就打天翻日来，然后人家对工作人员讲吼，今日后空比报的首个本大家的系哪一只上司呢？好，叫做得到嘛，得到有冇？哇，按精美哦，按精美有冇？东江的也一类画册哦，底度吼有动到某空用的画作啊，还有精彩艺术品哦，大家就做得到，要总共吼抢起5分听听哦，故说大家夹吼拿起天花吼，做得打天花日来哦吼。不过今日吼，小给大家就系去台中一只素材咩？台中大家刚下有讲过嘅，就系台中演老师合并高校，正经有动到子年咩做一类整合嘅咩吼。故说大家就做得向下来分享，盼的按度嘅发通。如果按度嘅发通吼，听众会是有动到嘅人吧？好，工作人员啊，文化职工啊，呀，职工的部分，按用的来培训啊，还是按用的来甄选，系冇？两岸台中市哈文化活动一道，今天工作人员尽力冇办法应付按度一些，尤其是还有病了的时间，好家长还有个文化志工，咱文化志工咧，规个台中市来讲就2800万外界，而且俺的年龄哦就。高中生到阿婆、阿妈、阿公，佢哋退休年纪，所以阿妈有托付开有的家庭主妇，阿某都系工作闲余的时候来帮忙的公务人员，一道音乐前的志工来加入俺哋发通地方。嗰種方面方面做得看到嘅，就係有動到嘅志工，係冇？就啲結束嘅啊，嘛個就係。呢度志工呢，其實本叫阿獎，俺就圖書館呢，志工媽媽都係禮拜六、禮拜日時間到圖書館地方，念故事書把俺哋小朋友聽。哦，懂輕鬆呢。對，俺哋志工，你係咪有志工爸爸哦？而且還有冇講志工媽媽呢？為了兩性平權，志工爸爸媽媽，志工爸爸媽媽，統稱嗰度。故事志工啦，故事志工。嗰種講嘅文化志工係有分動到無強用類嘅。係呢種就係個，佢套文化中心做導覽。因文化中心安睇，我台中市有4個文化中心，有大墩、福魯墩、屯區藝文中心和港區藝術中心，我有4個中心，先是合併了，好嘛？所以我哋4個中心有志工來，還有我禮拜咯，還有係故事志工哦，嚇講英文咯，係種巧那套大墩文化中心人以為真特別哈，係俺哋的志工呢，平常時嘛。像俺要辦理大型活動，比如說俺台中有名的爵士音樂節啊，創意生活節、媽祖文化節是一個志工。早前就要來聽書啊。哦，都陸陸續續一個聽你來聽啊。唔過，做下志工，我去搞去報名，還係其實係有一個程序啊，還有去培訓的，係冇。OK，那志工的部分呢，跟着同文化局或者各區公所哈，某的各區圖書館報名，但是給他參加俺的基礎培訓了哈，拿到一張就是所謂的執照啦，給他培訓幾點鐘落去，俺都不要進志工證安尼，這種證，而且俺有寄回社會局，因為社會局係在規個志工的管理單位，俺特別按到文化志工，那文化志工的包含有各區公所、各區圖案、個文化中心的文化志工，還有包含一些民間呢，其實台中市嘛，真多來自民間地方文化館的志工，佢嘛真熱心到導覽佢哋地方文化館。哦，真嘅，嗰種咩那邊看到有動到吼，做定啊背心嘅啊，吼就做得哇，志工吼，佢就志工咩算起來，咩一辛苦，佢就花啲7個時間吼，做得來做一條咩興趣啦，吼，動熱心就做嘅。其實講嘅志工都係按你嘅服務為精神，而且咱文化局吼活動是推廣安順利吼，同樣今年特別感謝俺哋志工朋友嘅聽到沙崗安尼，重建吼，咱今年按度嘅發通用㗎啥？禮拜六、禮拜日犧牲幾個家人，犧牲幾同家人嘅空下嘅時間啊，都為咗推廣文化事業安尼，就講今年真感謝俺哋志工朋友，台中市嘅志工文化朋友，共同咱推廣文化。將會本大家吼，許多台中做得看到按講按有文化嘅咧都市就錯嘅。而且俺哋志工就會真多，有幾個個人特色，而且真多才藝，佢嘛。
趁这个机会分享。哎，这个没做得点一下就抽开。啊，给我们是有 DIY 个人展哦，今天金佩佩的事情。哎，我也知道吼，伊咧读书吼，佢唔但枪就会有按到的点架吼，其实吼家家有糖豆的就会伊咧塑造冲搓吼，伊咧读书佢设计伊咧特别的氛围，佢特别的特色。像有动到的对呀，细细一期来讲，就係沙期来讲，就有动到的沙期的洋葱一部分，有动到的沙期有木同樣的特色，可能有動到特色的沙期，就做得抽出按呢幾隻動醬的吐司的，係冇？是，所以俺頭沙期總體洋葱計劃，那個計劃對民國93年對文獻會，也之前都有文獻會嘛，也俺對很多文化鋪開始推廣嘅，到218年了哦，嘿，俺台中市一開始台中縣的時嘛開始做了沙期總體演奏，我同安琪介紹一下，我講沙期總體演奏其實都係按照人文地產景5大因素，人的青蔥有誒，就沙期嘅成員，就沙期嘅民眾，去家人，跟到人願意來做呢件事情，去了解家福卡有乜噶珍貴的東西，有美好的東西，或者說有歷史經驗的東西，用下來去請出來，然後大家來一起產生共識，按同政府形象補助計劃，用下去做一些事情。到尾後呢，在這個運動發起之後，你慢慢發現講，那個社區的民眾哈，慢慢有凝聚力咧，慢慢有想法咧。你用下操，用下來做一啲共用嘅事情。我為一個社區做嘛改變，你可以經過討論咧，唔係講一個人佢想要選都很願選，來討論講。你為不開社區，你去做改變，你要選個較好的生活，你提升你的生活品質，那這都係做社區演奏的最重要的。不過一開始聽做係挺困難的啦，因為一開始的時間可能唔會去宣傳啊，或去推廣的時間，可能會老沙期講吼，唔會請一下冇辦法嚟做乜嘅改變，不過佢也就看唔到做嘅會變做用嘅。很忙一類大餅本家就看的時間，一開始聽說有啲困難。冇了解，對前基本的開始啦。社區演奏一開始就要請幾婆嘅人。咁嗰時就講，你要請幾婆嘅，請一線嘅，請幾婆嘅人，嚇，請佢出來做領頭羊。啊，你個人呢同嘅朋友作出來，嚇，甚至兒子女兒都要帶出來，嚇，然後開始，佢慢慢一步一腳印做，是得先從。資源盤點開始，然後調查講，社區附近有乜個有名的歷史人物，比如說萍水有廖天丁啊，有邱逢甲，然後我哋社區出過安尼名人啊，沒有，就想講，那接下來我是不是這做一個故事繪本？我同我祖先廖天丁嚟講，我都情緒嘛，我祖先廖天丁，我同佢做一個繪本，按都請。社區的國小老師、國中老師一起扣進來。哦，啊，你上咧就有咧起碼嘅呢，吼，起碼書就出來。錢都文化局補助咯。按圖硬體方面的發展這錢，讀法局啊，咪有水利局、環保局來做親近美麗家園的計劃。你用軟體就硬體雙一起齊頭並進。無形之中，你們看到你社區慢慢改變啊！順便你冇看到啊？今年冇看到就會看到就錯嘅。今年冇看到呢，你知安尼啊？慢慢的，應該繪本哈，都先拿學教哦，嚟做鄉土語言教學。小朋友同老師講，呢本書係阿公阿媽哦，有參與嘅，有參加編輯嘅哦，懂啥屁哦？其實在做呢件事情是。那個阿公阿媽得到一個相當大的舞台，甚至給買去參加俺社區導覽人才培訓班，點是點啊？參加發現阿公阿媽剛開始嘅時候，係唔曉啊，唔曉，咩啊嗬，佢侃侃而談咧，因為真高興同佢介紹講，佢喺社區有乜㗎。佢係做啲分享佢自己經驗，因為呀，在社區係佢帶嘅咩，佢係按照嘅，聽說係特別有特色嘅社區有乜㗎值得分享嘅事情。哇，嗰種也按到嘅社區地度嗬，也批定做啲，睇有做啲記載理嘅冇，有那隻理嘅那隻社區嗬，係你知道哦，做嘅以後做啲老大家分享嘅冇，推崇嘅。
迄些下片了后，我将对教育局做来文化局，其实我讲接触时间无真长，啊，不过在2年之中来做社区吼，我感觉这个社区体团观众朋友介绍下，因为后里马场听讲哦，有，后里哈，其实生产发挥水果一有名的地方，嘛有马场嘛哈。后里个广福社区，广福社区呢，佢本来都会种梨、种柑、种花、种果子的有名。所以广福社区其实吉祥物代表出来，你就会看到狗子，一狗嘴的，咁么个公仔哦，嘿，咁你幸运儿，狗子的用诶，巧就甘做的果子哈，然后有一些文创商品。但是广福社区青创业给予个环境剧场，那环境剧场很有选的嘛，跟他阿公阿妈呢，跟他第二，俺广福社区就嘛故事，俺可以演出来，就加入水果的文化。哈，产业文化啊，广福社区嘅本身，伊就係高架戲，高架戲係咪個安市啲？高架戲哦，高架戲。哦，佢同我個福建嘅戲哈，對，類似，跟住講歌仔戲嘅前身，福建我就高架戲，高矮的高，甲乙丙丁的甲，高架戲，高架戲，啊，後里嘅廣福社區，佢咪約高架戲，啊，所以跟阿公阿媽講，我用高架戲嘅元素結合埋在地嘅，就出嘅，有老人家地豆芽就出嘅，啊，仲係老人家表演的哦，哇，親戚片呢，老人家做個水果裝，水果爺爺、水果奶奶，唱着歌仔戲的腔調，一個嘴啊，給嘛一放得開來，有沒有？我還帶給你文化鋪。表演嘛，全國嘅民眾看，哇，真件動貼片呢！你看退休嘅阿公阿媽，我覺得種就身影種田種到，其實舞台不表現，冇想到老嘅時間做，今年做得嚟做戲啊，冇跟做2年的，而且是獲得相當大的認同啊！我帶給你巡迴表演，哇，真件本呀，老人家有動態成手感就錯嘅，係做戲部分，係台中，原來台中縣嘅，那個台中戲劇嘅上。城隍社區相逢，城隍社區，跟一直在做文化深度之旅的發通，跟嘛來同文化局申請經費，跟嘛做一成熟，跟嘛城隍夜巡嘛，按不壓的時間嘛，就是去踩街啊，空空也是要告訴那些不好的鬼神不要來侵犯，啊，跟做一個儀式，啊，在這個城隍夜巡過程，跟邀請到。台中一有名嘅陣頭，從佢嚟架陣頭，啊，都記錄嚟一鬧嘅一形式。啊，聽阿公嘅時候，俺就做了社區中庭營造嘅時候，俺同咧阿公阿媽一熟識，跟搭擺來都當俺自家當做一個孫啊，搭擺來都要帶肉丸來。後地了冇違法嘅咪就是收回，錯，後地啲肉丸冇。你是種原來的後地，真嘅，你都同俺當做妹啊，孫啊嚟想，真嘅，以前搭擺來都帶水果來看俺，同俺話家常啊嚟，所以真係感覺咧係種社區演出真大感動。哇！真件也下好，許多動道嘅素材，可能大家就會吃到行了了啊。唔過吼，我知道來到台中一笪地方吼，竟然有按道嘅紙黏啊，按道嘅紙工，按道嘅沙旗嘅洋草吼，就做得本人就唔但將按嚟走馬看花呢，看呢就冇嘅哦。做得本人咧都有塵土嘅咧紙理咧理行就錯嘅，所以還有乜個精彩呢？也下好就先來先看一下，等下陣收緊不太搞。